間結束，現在先請反方結辯發言。準備好請人計時紙。主席、評官、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總結全場，其實我方同友方一個最大嘅分歧，成場拗緊最重要嘅就係我方嘅志願同埋友方嘅強制。我自己都係一個中學生，我都知道從來做一件事要做得開心，係要自己有得揀。志願即係心甘情願咁做一件事先會享受。相反，有人強迫你去做一件你唔想做嘅事，甚至係強迫你將個人資料俾人，更加會反叛中意。今次嘅辯題就係要強迫學校，即係在座咁多位去做一樣你唔想做嘅事。如果我唔想，咁又可以點呢？往往造成咗好多好似英國等地方人逃學、退學嘅一個又一個嘅例子。到底咁又係唔係大家想見到嘅香港呢？我哋而家已經見到自願出嚟承認吸毒嘅個案已經越嚟越多，即係佢哋已經知道有錯。咁我哋做咩又做多一樣嘢呢？第一，浪費資源；第二，呢個計劃都已經喺某啲國家實施過，但係都係失敗。點解有方同學仲要俾一個咁危險嘅政策呢？點解唔維持一個下跌緊嘅方法，有效緊嘅方法，再俾佢再創高峰呢？就好似我哋學校為例，學校強制我哋參加就團體，都有好多好嘅好處㗎。例如好似有紀律啲，幫助自己照顧自己咁啦。但強制參加，有聽我哋學生嘅不滿，個個都冇心去參加，咁又點樣投入呢？點樣得到好處呢？當冇人投入，點解唔係咁嘅自願？就好似興趣班咁，俾我哋自行選擇嘅話，同埋先至可以達到今日雙方都想達到嘅目標咩？其實今日有方同學好唔負責任，自己都係學生，點解漠視我哋嘅感受呢？我真係唔能夠理解，吸毒從來都要有決心、冇決心，一味淨係喺度逼佢自己認或者佢自己有吸毒，咁又係咩意思呢？被標籤、被屈辱、被誤會嘅感受，你係唔係捨得要佢哋承受呢？今日要有一個方法鼓勵佢哋有決心咁企出嚟承認自己有吸毒，而唔用一個治標，而偏用一個唔治標唔治本嘅方法呢？我方不斷提出質疑，有方避而不答，負唔負責任呢？其實由政府同教育出發，強制係冇意思㗎，要自願，真係唔使揾，都肯自己企出嚟話自己有吸毒。強制嘅話，冇人承認嘅話，抗拒被侵犯資料，成功幫佢個數字又會有幾多呢？一定比而家低㗎啦。由此可見，強制喺可行性方面嚟講，所受嘅侵犯會更嚴重，反效果就會更大。雖然現實不斷改善中，正反雙方都想做得更好，但有方可惜咁樣就係用一個有反效果、會越嚟越差嘅方法，到最後進一步改善，到底係何方能夠彰顯？又或係有方同學呢？相信大家心中都已經有答案啦。多謝各位。法方結辯發言時間為2分59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正方結辯，準備好請向計時紙。有方話：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話有心就得，係咪真係冇心就唔使戒呢？由得佢，不過有方冇答喎。有方全場嘅一個高處要同大家講話要守護人權，話我哋強制性驗毒會令佢哋有所壓力。冇錯，你哋講嘅嘢係真，有時好似好有道理咁樣。如果唔強制性驗毒可以令佢哋放鬆嘅話，問題就在於強制性驗毒嘅時候，一啲嘅學生點會被查到有吸毒呢？你明知自己有吸毒，然後會唔會參加呢個驗毒計劃呢？必然係唔會㗎。喺呢啲情況底下，有方同學點樣可以用佢哋方法去幫一班吸毒嘅學生，令佢哋有決心去戒毒呢？其實有方同學根本就冇答過，而成效呢，有方同學全場都冇講過，全場係話唔係話我哋要逼佢哋參加一個好定唔好嘅計劃，而係講緊逼佢哋參加一個計劃之後出嚟嘅結果係我哋想要嘅。原來吸毒嘅人數係的確會減少，可惜有方同學全場喺一個高處點同我哋討論辯題，而冇設身處地咁為一班學生、老師、家長去諗過。如果你身為一個老師，你見到你嘅子女有啲唔妥，成精神恍惚咁樣，你到底會想去繼續長期咁落去，定係想佢有所改善呢？如果佢精神恍惚好似吸毒咁樣，你會唔會想去戒毒？但係佢又唔聽你講喎，咁可以點算呢？唯有強制驗毒
校方傾訴，又或者透過強制性驗毒嘅計劃，令社工從而可以幫你改善到咯。而當你身為個學生，你繼續吸毒，你想改又改唔到喎，又唔係你有鋪癮啊嘛，當你有鋪癮嘅時候，你想改但係冇辦法，而你又唔夠膽量同勇氣去話俾你身邊嘅人聽，必然係冇㗎。因為你只不過係一個細路，但係強制性驗毒底下，你會有勇氣去話俾你身邊人聽，叫佢去幫助你。全場講緊咧就係呢啲咁簡單方便嘅答案，但係有方同學冇，你睇唔到，你聽唔到，你漠視咗青少年嘅獨特性，佢哋心智未成熟，一旦遇到壓力甚至朋友嘅影響，就會誤入歧途去吸毒。心智唔成熟嘅佢哋根本承受唔到俾人知道吸毒而令其他人帶有歧視嘅眼光，甚至坐監呢啲咁嚴重嘅情況。而強制性驗毒計劃嘅話，就唔使坐監，而有個社工真正咁幫到你。而佢哋亦都唔會泄漏你嘅私隱出去，咁就唔會俾同學知道，而又有一個好好嘅平台去改善自己，有個更好嘅機會去改過自身。可惜有方同學你睇唔到呢一點。如果冇強制性驗毒計劃，有幾多人可以改變？有幾多人真正可以脫離毒害呢？希望大家三思，多謝各位。方面變化時間為2分58秒，考試無需扣分。在位大家好，先講一啲小問題，就係一個得意嘅立場問題啊，即係譬如到底自願係有效定冇效咧？15分鐘嘅，咁樣咧即係到底自願有效定冇效咧？真係好奇怪。今日咧正方就出嚟就同我哋講自願，你哋話有成效就再咩有成效再做好啲啊嘛。其實，但係你哋之後嘅立場其實已經覺得自願係做唔夠，即係自願係唔夠嘅喎成效。咁點解唔一開始就已經講話自願唔夠咧？即係一個疑問嚟嘅。即係你哋覺得，即係你哋係好振振有詞咁樣，即係人哋話4/9已經減少咗啊嘛，你就好振振有詞咁樣。咁其他嗰啲唔使戒嘅咩咁樣？即係其實喺你哋嘅心目中咧，吸毒呢樣嘢從來都係100%禁住係最好嘅。其實呢個講出嚟都唔難聽啊，都啱啊！咁點解唔直接攞呢個做你哋立場？反而好似好大頭盔咁自願幾有成效咁樣。反而你諗下，你後場裏面，你有冇用過自願好有成效呢樣嘢作為一個反擊先？好似冇嘅喎，其實咁就小心啦。咁然後甚至乎有樣嘢更加危險咧，就係你正方話要做強制驗毒啊嘛。即係一個好詭異嘅問題就係，咁你都覺得一路做得好好啦，咁點解要做？即係點解要做埋落去咧？即係人哋反方就問你嘅，咁你好難答，就不如一開始承認話，其實自願係雖然好似好有用咁樣，但係我哋嘅目標係要100%禁住，從來禁毒都要100%嘅，所以要做埋呢樣嘢，反而 set 你個通咯，而唔係話自願其實都幾好啊咁樣咯。咁然後再講就講埋正方你哋先，即係私隱呢個問題啊，我覺得好奇怪啊，點解你呢條辯題你係冇乜引到外援嘅喎？即係啲外援即係講啲 if logic 啊。即係啲按照有方同學嘅邏輯就乜啊！即係譬如私隱問題上邊，你哋好似好難打咁打咗好耐。即係簡單問，即係譬如佢話抽籤冇成效，當然你哋又駁到啦。咁但係其實好簡單咪一個問題啫嘛。你校本評核交咗上校教育局，佢份都查晒嘅咩？唔係喎，佢都係抽嚟查啫嘛。結果點啊？咪抽咗2個書出嚟咯。咁你同我講冇成效，然後你其實直接打就問就得㗎咯喎。譬如私隱嘅問題。即係你覺得私隱咁大問題，即係一啲可能冇，即係我諗緊就好似有少少問題嘅，不過照講咗先啦。即係你同我講吸毒，我哋全世界覺得係唔可以容許嘅行為嚟嘅。你同我講用私隱嘅問題而去解決，即係好簡單問你啫嘛。其實而家咧，因為之前醉駕太嚴重啦，而家咧會有隨機喺街度抽你出嚟就吹波仔嘅。咁如果按照我分落嘅邏輯，私隱真係咁嚴重嘅話，係咪呢啲嘅醉駕呢啲嘅隨機抽查全部通都唔好要啦，因為侵犯咗私隱就繼續啲醉駕司機周圍撞死人咧。咁你其實咁樣問，正方反方就唔識答嘅，其實好似係唔知啦，可能識啦。咁然後
啲人權嘅問題真係好小心啊！要即係啲強唔強制嘅，即係譬如你哋一開始覺得你哋個畫個戰場好好㗎，就係講自願不嬲都可以成下㗎啦，即係4成9都得啦。咁點解仲需要咁多嘅嘢去搞落去咧？其實我覺得呢個立場好好，你開出嚟好好，但係你哋去到後場已經係比較偏重咗咩叫人權啊、強制呢樣嘢，就覺得聽到佢唔係太好聽。例如諗下先，啲強制嘅嘢咧。強制，其實交功課都強制嘅，即係其實按照你個邏輯咧，交功課話9年免費教育。係啊，即係啊，所以你自己都知道有個問題咁啊，唔長，即係你知我想講咩啦，咁就真係小心。甚至乎你講一啲好細嘅嘢，譬如逃學咧，好大問題，即係我一開始咪有追人哋個方個問題，其實追得好嘅，其實你真係冇得講方喎。即係作為一個正分我要講嘅，即係譬如至少你點樣 check 用驗尿驗頭髮都要講得係咪？咁但係譬如隨機點樣抽啊嗰啲嘢都要做，仲邊個執法呢啲嘢？咁但係其實你追得好㗎，但係追落去你要小心，唔好俾人講完就算咯。即係一啲方案嘅問題，其實點解要問方案問題？就係因為呢啲可行嘅嘢背後衍生係做唔到呢樣嘢啊嘛。咁但係你哋問完可行性問題，係你問嘅可行性問題，其實未必會有目標去問，或者問完之後唔可以揭露人哋一啲可行嘅特別問題咯。有時人哋有個咧自爆咗嘅位咧，但係你哋冇捉到嘅，即係譬如佢講到 check 完之後原來唔話俾人知啊嘛，收埋私隱啊嘛，即係佢好似好懶，即係你哋好懶係要保護私隱咁樣啦，就話好啦，驗完毒咧我就唔會話俾人知㗎啦咁樣。咁個問題嚟啦，咁係咯點樣做嘢咧？咁你又唔怕俾人知，即係佢我唔記得你哋講到係好似咩，即係總之係驗咗之後就靜雞就。攞埋個報告就走咗燒咗佢嘅，即係唔會話俾人知嘅。咁點樣做嘢咧？你又想幫佢解到喎，好奇怪！即係呢啲位先係你應該追嘅嘢咯。反而嚟講隨機抽籤嗰個其實未必係大問題，甚至乎其實逃學呢樣嘢咧好奇怪㗎。即係你講隨機抽啊嘛，即係正如你老師嘅突擊隨機測驗，你係唔知道幾時做㗎嘛。咁你點逃學咧？咁你唔通逃咗365日咩？咁啊係咁樣嘅話，咁就唔係你驗到咁簡單啦，已經係咪？咁所以真係好似好奇怪咁，然後一啲問題，一啲套語上面要小心啊！即係譬如反方講愛國問題啦，當然你嘅問題係未講清楚乜嘢愛國，有啲乜嘢問題，所以就唔係好清楚。但係咧，你哋都有問題喎，因為你哋嘅回應係愛國類比香港點解可以類比咧？咁樣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呢一個係比較奇怪嘅，反而個舉證就應該喺你身上。點解外國？即係人哋講咗外國可以類比，係應該你同我哋講點解外國同香港唔可以類比咯，而唔係咁樣咯。或者如果喺頭先嘅情況之下，係應該問佢：第一，你講外國咁幾百個國家邊個先？你講話冇成效係點樣冇成效先？反而追呢啲問題係更加有意義咯。咁講埋咗一樣嘢啦，就係 freely 上面咧，其實你係可以。即係人哋你逼咗人哋嘅嘢，其實你哋有啲 free flow 㗎嘛，見到你係好似有。咁然後，但係你要蓋咯，即係要蓋去觀，即係你聽得出人哋 shift 咗走咗㗎嘛。即係譬如你話一個咧就你話減咗49%先啊嘛，咁一個咧仲有51%嘅人咧有吸引到，另一個咧就冇，你揀邊個？你咁樣問啊嘛。咁然後咧，咁朱學期就答2次啦。咁然後最尾佢就 shift 咗嘅。咁但係你又唔追落去話，其實如果呢個時候咧，呢個有一個好經典嘅退語。有幫佢啦，佢都唔敢同我哋講啦，咁樣你變咗就已經係識晒人哋㗎啦。所以你呢啲位係應該一嘢就食落去，咁就唔會俾佢係咁無限彈出嚟咯。咁其實我今日見到雙方方嘅同學仔表現都幾好喎，加油努力，係咯，同埋笑多啲，多謝各位。在書讀賽果，今場比賽嘅辯題為教育局應實施強制校園驗毒，正方係 1B 班，反方係 1E 班。首先宣布最佳辯論員，今場嘅最佳辯論員為反方嘅一副姚家富。比賽嘅賽果將會以分數作決，正方嘅得分為339分，反方嘅得分為353分。呢即係由反方1B班勝出。